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。和本圣经在86页，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第1节到13节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办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以上，这时候请本堂的许牧师来讲道。所要讲的题目是管家的第4讲，做关系的管家，做关系的管家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进入到圣殿当中，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。求主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管家生活的第4讲，我们要讲的是做关系的管家。前面的3讲，时间到恩赐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赏赐。那么关系呢？关系其实也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世上的一个恩典。无论我们跟神、跟人，我们都要有关系来做连结。过去人因犯罪与上帝隔离，因为这个罪使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有一个关系的存在。但是上帝却非常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在此时，我们在待降节的时刻，上帝就是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，将那与我们隔绝的这个罪给打破，让那个幔子得以张开，使我们可以跟他再一次的连结在一起。因此，我们要去思想的是，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之后，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？在一个安息日，耶稣被邀请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里面。到那里，这群法利赛人邀请他吃饭，其实是想要试探他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法利赛人一直要找耶稣的把柄，要来入他于罪，因为耶稣所传讲的，跟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所做的是起冲突的。因此，在那个地方，耶稣医治了一个患水肿的病人。耶稣也用宴席为例，在诉说着天国的概念。他教导大家要谦卑，不要去抢首位。当有人请你吃饭的时候，不要去抢那个首位。要提醒大家的是，
让主来做你生命当中的主。然后你在摆设宴席的时候，其实要顾念那些需要的人，那些贫穷的人，那些弱势的人，看见他们的需要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天国的宴席早已经预备好了，你不要推迟。当主邀请你的时候，你要欣然接受，而且要是欢欢喜喜、快乐的前往赴这个宴席。所以当这个宴席结束之后，有很多的税吏以及穷人跟着他，特别是有一些有罪的人，想要听耶稣所传讲的道理，但是法利赛人却批评说他与罪人在一起。耶稣就讲了第一个故事，就是99只羊的故事。耶稣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他拥有100只羊，他要把这一群羊从甲地带到乙地，可是到达目的地之后，发现其中有1只羊不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会怎么做呢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会把这99只羊安顿好之后，然后去到山林里，去到旷野当中，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。最后这只羊找到了，找到的时候，耶稣所说的动作是将它抱起来，扛在肩上，保护着它，带回到目的地去，带回到家里面去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时刻，你要邀请你的朋友邻居一起来庆祝。为什么要庆祝呢？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在天上的喜乐，要比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人更加有更多的喜乐。讲完之后，耶稣讲了第2个故事，说假如有一个人，一个女人，她有10个银币，但是在家里有1个不见了，她急着要来找这个银币，在家里到处找都找不到。最后她就把家里做了一个打扫，慢慢的看，慢慢的仔细的找，终于找到了。这个妇女依然邀请她的朋友邻居说，跟我一起来庆祝吧，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到了。同样的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他也说，天上的天使也要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。第3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讲到说有一个人，他有2个儿子，当2个孩子长大了，小儿子告诉父亲说，爸爸，请你把我应得的财产分给我吧。这个父亲没有说什么，就把财产分给了2个儿子。小儿子拿到财产之后，过了几天就离家出走，到了很远的地方去。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他就用着他所得到的财产过生活，但是他过的是一个挥霍无度、浪费的生活。当他花尽所有的一切，他没有钱了。他为了生存，他到农场里面去打工，去看猪，去喂猪。他饿得不得了，他与猪抢食物。在那个时刻，他醒悟过来了。他想到，我的父亲那里有许多的粮食，而且他的产业非常的大。我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所以他想，我要起来，要回到父亲那边去。当小儿子离家出走的那一刻，我想这个父亲就天天站在门口，望着马路的远端，看看他的小儿子的身影是否会出现。因此，当着他的儿子出现的那一刻，这个父亲跑向前去拥抱他，然后帮他告诉他的仆人，快把那最好的衣服拿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给他穿，然后去宰一头小肥牛，我们一起来庆祝吧。
这个时刻，大儿子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心中非常的不平。他说：“我在这些年来，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，你给过我什么呢？连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庆祝都没有。”但是，这个父亲却对大儿子说：“你常常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但是你这个弟弟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，我们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的。”从耶稣所讲的这3段的故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天父上帝与我们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看见在群体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其实耶稣之后就常常招聚着门徒，教导他们，以及说着管家或仆人的比喻。他要我们在这些教导当中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。但是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，耶稣却说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财主与管家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个管家因为有人告诉了财主说，他浪费了财主的财物，他浪费了财主的财物。所以这个管家，这个主人就对管家说：“将你所经营的，你手头上所管理的账目交接清楚，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”过去他们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，此时他们的关系要断裂了。这个管家他的心里开始想：怎么办？我被 fire 掉了，我没有工作了。那么以后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们可能在人生的旅程，在某个阶段，我们必须做转换；在某个阶段，我们必须离开；在某个阶段，我们要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：怎么办？以后我可以做什么呢？这位管家他心里就在想：如果去田里面种田，我没有力气；那么我去要饭、去讨饭，我脸拉不下来。所以他的心里就开始为了自己在盘算。他灵机一动，想了一个好方法，就是让他离开这个主人的家之后，有人愿意接济他、接待他。于是他开始与其他的人建立关系。他就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。第一个人问他说：“你欠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00桶油。”好吧，那我帮你减50桶，你变成50桶。第二个来，他说：“你欠主人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00担麦子。”他说：“好，这是你的账，把你改成80。”他与人建立的关系是运用他现在有的，他依然在建立的是自己为了自己私欲所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可是今天的经文却非常吊诡的说，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生之子在事实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很奇怪，他做了不义的事情，反而被称赞。其实这是比喻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他真正的用意。故事中的管家，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他为了自己被开除之后的生活，他篡改账目。那其实我们如果这样来看，他让主人受到更大的亏损。他不止不义，他更是违法犯纪。耶稣当然不会同意，也不会赞许这样的行为。但是在4福音中，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与故事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故事它本身的意义和原则。故事有时候不等同于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，那当中耶稣要告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。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，需要我们去看的是灵巧应变，未雨绸缪。而且这个灵巧应变、未雨绸缪，不是为了自己，
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符合神的心意。所以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说明了4点。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习光明之子。我们在这个世上看起来我们比过去要聪明，但是事实上耶稣的真理的教导才是正确的道路。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要学习光明之子。第二个是人际关系。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，我们不能只用财物、财富、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。我们所结交的朋友要投入在国度的侍奉上面，要累积的不是在地面上的财宝，而是在天上的财富，让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奖赏。第三个，要在小事上面忠心。如果我们在这小小的事上，我们都不能为主来做，那么我们就无法承受主交给我们的使命。第四个是，我们不能侍奉2个主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管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，他侍奉的是在金钱上面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要去学习的是，我们要善用人际关系来侍奉上帝。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来侍奉上帝，是因为在这个管家里面，虽然他用不义的方法为自己建立一个人际关系，叫自己在以后的生活有人可以来接济他，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管理及运用这样的人际关系。更进一步来讲，人际关系可以成为我们侍奉上帝的一个帮助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、自己的利益或事业，招聚朋友来侍奉马门。因此，我们要将人际关系奉献给上帝。我们要奉献给上帝，要如何来做？其实要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事，是神赏赐我们属于我们可以为主服侍的事情。那此时我们就来想想，你的人际关系的网络有哪些？我们每个人都有人际关系，我们旁边都有一群跟我们连结在一起的人。从你的亲戚，你此时可以想，你有多少的亲戚你跟他有互动，还有多少的亲戚你跟他没有什么互动？朋友，你有多少的朋友？你有多少的同事？你有多少位邻居你跟他有接触？那么更仔细想一想，在刚刚所提到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当中，有多少人跟主已经连结在一起了？这些人有多少人是已经认识耶稣，已经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？这些是我们知道的人际关系。但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里面，我们会继续接触到更多的人，那是我们还未认识、还未知道的朋友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运用你的人际关系，来奉献给神，来为主做工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耶稣。当耶稣呼召税吏利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当耶稣呼召利未的时刻，利未就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从耶稣，然后在他家里摆设宴席。在这个摆设宴席邀请一起来吃饭的人，都是利未他的税吏的朋友，也就是大家所厌恶的人。他们带领这群人来认识耶稣。虽然在当时的人看税吏他们是不好的人，但是却因为这个行动，让这一群人认识了耶稣。虽然这个行为让法利赛人和文士在批评着他们，但是当利未一跟随耶稣之后，立即将他的人际关系拉了过来，让这一群人与主连结在一起。因此利未让耶稣来使用，他不再侍奉马门，他成为连结关系的一个好管家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看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。当耶稣在井边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
耶稣清楚地看见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与其他人的关系，特别她无法处理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，她有很多次的婚姻的失败，现在的这一个还不是她的丈夫，因此她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她这样的人际关系，让全城的居民都非常的鄙视她。她跟人之间完全没有互动，所以她才要在中午的时刻出来到井边打水。但耶稣告诉她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活水的石。”她豁然开朗，她回到城里，告诉所有的居民，这些居民跟她的关系其实是不好的。她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丑事都抖了出来，莫非他就是基督吗？”于是所有人听到这句话，就出来去见耶稣。这位妇人勇敢地面对自己，面对众人。她的人际关系其实不好，但是她却让耶稣成为她与人连结的一个桥梁。这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与主连结之后，她也是一位关系的好管家。那么保罗在3次的传道旅程当中，他跟人的关系，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去看见。保罗他是一个好管家的一个典范。在腓利门书当中，保罗称呼提摩太是兄弟，称呼腓利门是同工，称呼亚非亚是他的妹子，称呼亚基布是跟他一起为主当兵的。因此保罗他绵密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对人的各种情谊，也展现了他是一个好的关系的管家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在这么多的书信当中，特别是在罗马书的问安里面，他特别让我们看见，他这样说：“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，她是坚革里教会中的女执事，请你们为主接待她。”如果他与这位姐妹没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刻，他无法为她说话，请求人家来接待他。更他说：“问百基拉与雅居拉安，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。”可以看见保罗他所述说的人际关系，都是与主耶稣连结在一起。那么我们可以去思想看看，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如何连结在一起的？刚刚所提到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、邻居，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，它好像这几区块的人无法连结在一起。但是如果透过主耶稣，我们是否可以把他们全部连在一起呢？那么我们要去思想，在这些人当中，你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跟这些人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，关系真正的目的是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关系真正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侍奉神。在华人社会里面，常常有人说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，更有人说这都全靠关系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关系来经营这个关系，来扩张自己的私欲，来侍奉马门。我们需要把这个关系奉献给神，为主来做工，做好关系的好管家。罗马书第12章13到18节里面，特别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不单单只是信徒之间的关系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其他的人的关系。这当中说，圣徒缺乏的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高气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。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
众人以为美的事，就留心去做；若是能行，总要尽意与人和睦。所以我们要从此来想想，我们要如何为主营造以及管理你自己的人际关系。立定一个目标，从已知的人际网络，我们来开始让那些还未认识耶稣的人，透过你可以连结在一起，让你的关系成为一个侍奉上帝的一个工具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所讲的金钱的管家、时间的管家、恩赐的管家，到做关系的管家，我们就可以想想看，其实不单单只有这方面、这4方面来做上帝的好管家，其实有更多的是我们要奉献给上帝。重要的是，在圣经里面的教导，耶稣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；耶稣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耶稣没有只待在一个地方。保罗同样的，他领受呼召之后，他也是走在传扬福音的旅程，前后总共有3次的宣教。那么现在的我们，也应该学习耶稣，走出我们教会的大门，不能只是礼拜天来这边做礼拜而已。那个门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有形的，但是我们要走出的是那个无形把我们框住的那个门。我们应该走出去，我们不是只有在做礼拜而已。耶稣教导我们，他亲自教导我们要有行动。因此，当我们回应上帝救赎恩典的唯一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去传扬他的福音，使人认识并且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无论你要如何做，你领受的恩典，你要做的好管家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的。你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。在1953年，在芝加哥的火车站，有很多的媒体，很多的人在那边等候一个人，大家都想要目睹在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，想要去看看他。果然，这个时间到了，有一个180几公分的、身材很好的一个人走了出来，照相机、记者不停地拍照，很多人也都欢迎着他。这位贵客，他跟大家感谢之后，他的目光看到更远的地方，他好像看见了什么，他就跟大家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离开一下。”他就穿过了人群，走到一个黑人的老太太的身旁。这个老太太正吃力地提着很重的行李，他用2只手帮她提起行李，带着微笑送她上了公车，并且祝福她一路平安。这个诺贝尔奖得主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他回去之后对着人群这么讲。这个人就是史怀哲。史怀哲他有非常丰富上帝给他的恩典，他到非洲宣教、设立医疗，如今他的恩典依然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见。透过这一幕，有一位接待的人，他看见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生平见到一篇会走路的讲道。”好像我们有人精通英文，所以当有人问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？”的时候，他会立刻回答出来。我们会说：“哇，你好像是一本活字典。”但是史怀哲这个举动，却让我们看见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。他所做的一切，都在传扬主的信息。他本人也这么说：当每个人的生命里面，总有某个时刻，心灵里面的火被熄灭了，但是总有人应该点燃，让他的灵火重新燃烧。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触动我们内在灵魂的人。我相信，当你做一件小事的时候，你会触动别人内心的需要。因此，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，也特别告诉我们，
我们要去给那些饿的人吃，渴的人喝，做客旅的留他住，在监牢里的去看他，生病的去看顾他，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。那么在小事上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，我们就会让更多的人他的与主能够连结在一起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活的圣经，让上帝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论在人前人后，在家里在外面，在大事小事上面，我们都要顺从圣经与圣灵的教导，做一个敬畏上帝、谦卑走在合神心意道路上面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做好管家，其重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去做，要去行出来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在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管理这个世界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典，我们从金钱、从时事、从关系当中，我们领受这么多的好管理，要成为上帝你忠心的仆人。更重要的是，管理这些不是让我们自己得利，乃是为了主你福音的事工，让我们透过我们所领受的，让更多的人与主你来连结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有所行动，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与你的连结来连结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肢体，让那些还未认识你的人能够领受你那恩典的福音。愿主你亲自看顾。此时我们让主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同心来回应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